在第消息，咱要来关心，伫台南有民众报案，讲伫安南区一个公园内底看到死去的婴仔的头壳。警方去到现场，确认讲真正是一个查某婴仔，互人呆伫个土沙内底，所以甲伊的生母甲查甫朋友以杀人罪来上班，而且这个生母落尾是互检方申请羁押禁见。法院昨暗裁定以2万块交保，限制自己。 监视画面顶悬一个女性抱一个物件行入去公园内底，无偌久就双手空空离开公园。台南警方车尾接到民众报案，安南区一个公园内底沙石堆下骹疑似有红婴仔的头。警方到场勘查，发现一个红婴仔的遗体就藏伫沙石堆下骹。有点可怕。如果我发现怀孕了，然后没有跟另一半讨论，就觉得有点不尊重这个生命。 囡仔平常时伫公园耍的游具边仔，竟然变做红婴仔遗体放弹掉的所在，互民众真惊吓。警方调监视器追查到王姓女子涉入重嫌，倒伫伊的徛架查到加载大的家刀、面巾等证物，证实伊是红婴仔的妈妈。经调阅上百支监视器镜头过滤分析，锁定犯嫌身份，于2月10日持拘票，迅速将涉案之翁姓女子及其吴姓男友拘提到案。 王姓女子甲吴姓男朋友互以杀人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。男朋友表示，毋知影女朋友有生囝，侦讯了后以3万块交保候传。王姓女子因为杀死红婴仔、遗弃尸体等涉案情节重大，互车羁押禁见。法院12暗时裁定以2万块交保，并限制居住。但红婴仔详细死因，该要等检方过年了后解剖厘清。记者陈焕宇、陈显坤台南报道。